小朋友口中的葵花王子黄永霖经营向日葵农场，有张圆圆大脸，笑说自己长相也像向日葵。这个花它就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环境啊，户外的环境，然后充分的阳光。所以啊，你为了要种它，我们也都晒着它，都还蛮黑的。对。金黄色的向日葵让人心情开朗，原本可以跟人一样高，今年却因为台风多变成矮冬瓜。要吸引观光客，农场主人得有不一样的做法。还有像那个旅行社一样的，对，这全部你自己弄出来的？对，我自己设计的。和鸭子一起在绿地上享受阳光洗礼，让很多都市人向往不已。这片爷爷留下来的荒地，在细心开拓下有了崭新面貌。5点多要起来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然后你要做一些很出众的工作，其实那个好像学校没有教这样子的。学校没教的是黄永霖从头学起，角落里特别设立的洗脚区，让客人别把泥巴带上车，是他的贴心。花心思特制向日葵餐点也大受欢迎。亚用的煮，对不对？亚用的煮，亚用的煮。